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促經濟、重民生、穩發展。2016年，澳門特區政府將會進一步加大顧及民生嘅措施同埋對弱勢群體嘅扶持政策，具體包括最低維生指數一人家團調升至4050蚊，同時實施社屋住戶分級減免租金。而短期食物補助計劃就會納入常規服務，每日預算金額調升至40蚊。繼續實行積極人生服務計劃同埋社區就業輔助計劃，並且繼續向3類弱勢家庭發放特別補貼同埋特別生活津貼，以及向現有援助金受益家庭發放多一次嘅全數援助金額。普通殘疾津貼調升至每年8000蚊，特別殘疾津貼調升至每年16000蚊。而臨時性殘疾補助津貼將會研究過渡為長期措施，政府會對聘用殘疾人士嘅企業提供稅務優惠，企業每聘用1名嘅殘疾人士，每年就可以獲得額外扣減所得補充稅72000蚊。喺敬老同埋教育方面，敬老金調升至8000蚊，養老金就已經調升至每個月3350蚊。為咗持續資助困難學生，政府都會提升部分嘅津貼，膳食津貼調升至3400蚊，學習用品津貼分別回升至2200蚊同埋2900蚊，學生書簿津貼中小幼學生分別維持喺每學年3000蚊、2600蚊同埋2000蚊。繼續對就讀大學同埋研究生嘅本澳學生發放學習用品津貼，每學年3000蚊。除此之外，政府繼續實行嘅惠民措施仲包括公積金個人帳戶額外注資7000蚊，現金分享澳門永久居民每人9000蚊，非永久居民每人5400蚊，醫療券每人600蚊，住宅單位電費補貼維持喺每一個單位每個月200蚊。其餘涉及唔同層面嘅各類稅費減免同埋退還措施，仍然會繼續實施。實施各項經濟補貼同埋成果分享嘅惠民措施，政府預計喺2016年嘅施政年度裏面，財政會支出多117.07億，而喺各項稅費減免同埋退還措施之中，稅費收入就會減少24.28億。